你心中的老师是啥物？台南市教育局特别伫教师节制作一支我心中的好老师影片，直接访问小朋友心中的老师是啥物？我觉得老师像恐龙，我觉得老师像柯南，我觉得老师像牛。像柯南、像牛，用轻松趣味的方式呈现老师伫学生心中的模样。这支影片伫台南市政府举办首映会，市长柯伟綽也特别出席，来感谢老师的辛苦付出。特别借这个机会，来跟我们台南市的所有的老师致上最高的谢意，祝福老师教师节快乐！大家看到这么多非常可爱又美丽又帅气的各位同学，就知道老师的心血都没有白费，而且是非常非常感谢的。那家长、学校还有市府教育局，事实上是成就孩子的学习成就的几股重要的力量。首映会现场，永康三村国小的学生用音乐演奏出对老师的感谢。教育局感谢台南市所有的老师，用教育成就每一位囡仔，祝老师教师节快乐。台南市民出海采访报道。